藏心臟。若然在最後，西經你一夜還未看，今世為何未放下心中這執着？我執着佛滿天，木雨散花，盼真經幫世人補裂痕，能與佛緣接近。失去經文，始終牽掛，就算死亦不能帶真經給苦海眾生。自有因緣，放低執念，尚有一番要歷練。我佛無住境，佛理最後誰界定？何以仍然往西法緣取經？我佛無住境，何苦苦要取經？經書真假要誰定？真真假假怎驗證？心藏真緣，我佛無住境，佛理最後誰界定？何以仍然往西法緣取經？9981難，終於你會懂。現在就像發了一個夢，手起刀落，方為此難自持。